他叫叶家健，今年20岁。在很多人眼里，他是一个怪人。他们会叫我老头，或者老叶，因为我姓叶嘛。他们就觉得我过的是一种老年人的生活吧。现在你想，哪有年轻人会去学古琴，会去菜场买菜，对吧？会去学方言吟诵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不塞呀雨伞吹时。小时候家里人都说方言，父母家庭会特别的去引导这方面。到我大学之后，我会去深入的去研究它。要生活坐起来吃看一下看我的，这个是太湖野生虾，看它这个非常饱满，然后它有黄有紫，这个用来出虾仁非常好。我今天呢就想做一道鸡头米炒虾仁。这个季节就喜欢吃鸡头米，在农历的8月左右，特别是8月15那个时候的鸡头米是最好的。这个剥虾仁，苏州话叫出虾仁，一挤，苏州话叫蒸，一蒸就出来的，这样出糊泥。推广乡音，继承传统，年轻的老叶用他看似另类的举动，延续着家乡的血液，传承着家乡的根。